大家好，我係應昌佑啊。咁我喺《還來得及再愛你》呢套劇裏邊咧，我嘅角色嗰個名咧就叫做魏琛嘅。魏琛呢個人咧就非常之勤奮啦，非常之好人啦。喺劇裏邊咧，同阿詩雅咧，即係洛希南咧，對手其實比較多嘅。咁因為我哋係由細識到大啦，一齊讀書啦，一齊去打柔道啦，我係佢師兄嚟嘅。咁最緊要就係魏琛呢個 character 咧，就係其實暗戀咗阿洛希南好耐㗎啦。咁一直都想同佢表白嘅，所以我喺裏邊咧對佢係特別細心、特別好㗎。所以我哋啲默契咧係有種火花㗎，係。我喺《還來得及再愛你》入邊咧係飾演萬思彤呢個角色嘅，咁佢係一個宅女嚟嘅，亦都沉迷於呢個知識嘅領域嘅。咁我嘅主要對手咧就係為詩雅所飾演嘅女主角洛希南啦。咁好多時咧佢亦都喺生活上遇到好多問題咧，亦都會請教我，咁我就成為佢嘅顧問啦。特別咧佢面對愛情選擇方面咧，我都會俾我自己嘅意見佢啦，等佢可以揀一個佢自己嘅真愛。其實我覺得最大嘅得着咧就係導演其實係之前揾過我去傾呢一個角色，佢亦都了解過我想拍一啲唔同類型嘅character 啦，咁所以佢都專登揾咗我做一個同我以往過往做一個比較花皮嘅角色好唔同嘅有知識學問嘅一個 character， 咁所以我都會喜愛呢個角色嘅。仲有就係我認識到一班好好嘅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啦，大家都會好努力，亦都拍攝完之後都唔捨得走。咁究竟咧一班咁團結又咁開心咁用心去製作嘅一套電視劇《還來得及再愛你》拍出嚟嘅成果係點咧？咁大家一定要睇住電視啦！